密封網絡，曼城示範公共交通的新可能。11月嘅曼徹斯特，滿街嘅黃色巴士成咗新象徵。呢唔只係換承辦商，而係城市重新定義咗乜嘢係公共交通。自1986年私營化以來，英國各地嘅巴士系統支離破碎，票價混亂，轉乘唔方便。曼城卻用一場名為密封網絡 B Network 嘅改革，證明交通都可以回到為人服務嘅初心。大曼城市長貝安特 Andy Burnham 主導嘅呢場變革，從2023年喺 Bolton 同 Wigan 試行，到2025年初全面覆蓋整個大曼城。政府重新掌握路線同票價嘅主導權，巴士仍然由私人公司營運，但必須遵照特許合約同統一標準。整個城市嘅公共交通首次以一個品牌、一張票、一套系統運作。黃色車身唔單止係標誌，更代表治理邏輯嘅轉向。乘客嘅感受最直接。以往從郊區乘巴士轉輕鐵進城，需分開買2張票，花費約6英鎊。依家只需拍卡出入站，系統會自動計算最優惠票價。60分鐘內轉乘巴士仍然只收2英鎊，兒童票1英鎊。對每日通勤嘅家庭嚟講，每週交通開支由35英鎊降至20英鎊左右。呢唔係政府灑錢，而係以整合代替重複，以規劃取代競爭，提升效率，節省金錢。便利都同樣明顯。過去乘客要搞清楚邊間公司營運邊條線，依家一張卡走遍全區。輕鐵同巴士共用支付系統，自動記錄，透明結算，轉乘唔再繁瑣。市民重新感受到城市嘅連續性。車站、路線同時刻表唔再屬於不同公司，而係共同編織嘅公共網絡。未來嘅藍圖更雄心勃勃，地方鐵路預定喺2030年前全面納入密封網絡，實現全區一票通行。貝安德正推動市中心地底隧道計劃，讓輕鐵同鐵路喺地底行駛，減輕地面擁擠，同時強化機場同新住宅區嘅聯繫。若果成事嘅話，大曼城嘅交通唔單止連成一體，更將形成全國首個真正意義上嘅一城一網。密封網絡嘅成功顯示公營同效率並唔矛盾。當地方政府有決心、有願景，市場嘅力量可以被導向公共利益。呢場改革讓曼徹斯特唔只係交通更順暢，更重拾咗城市嘅整體感。英國其他城市如果想重建連結同公平，應該以曼城為鑑，讓公共交通再度成為城市嘅脈搏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讚同訂閱胡思動明頻道，下次再見。